台南市本土性的天狗日自爆发以后，到18号总共累积14个确定病例，平均每天拢有1位至3位的病例出现。对此，议员陈碧玉伫咧市政总质询，嘛特别关心，为了避免引发民众的恐慌，希望市府爱做好防治的措施。每一天，咱伫报纸看到，伫媒体看到，拢是讲咱台南市有登革热在发生，然后大家拢有2粒、3粒，安尼在发生吼，每个这样的例子吼，我觉得看起来会觉得人民会恐慌啦吼，因为这登革热的代志吼，我刚刚吼，咱真正市府爱慎重去处理啦吼。市长，你要补充吗？我跟议员报告，我的看法是这样的：这些每天1例、2例、3例一直这样出现哦，坦白讲，目前为止了哈，不是未来的，伤害性不大，但是恐慌性极强。真的就是恐慌的问题。大家会因为目前为止这个案例还在局限在这个社区里面，但是如果整个台南市大家都恐慌，这不好，不要造成过度的恐慌。但是我也认为说，要在初期哈。要赶快把这个该做的环境滋生源消除，还有化学防治该做的做好，避免它扩散。因为一旦扩散就更困难了。真的，因为最近也是下雨的季节嘛，那下雨的季节积水容器又很容易产生，所以咱一定爱配合地方、配合的基站、配合着咱的社区，赶快去把这个积水容器的问题赶快把它清除啦。所以这个区里的防疫志工，即摆拢在启动啊，也拜托讲咱的家父大家真正爱帮忙，要注意。除了关心天狗日的防治，另外伫咧儿童受虐待、安置方面，因为其他县市伫咧直系2等亲、阿公阿嬷安置时，拢有补助，台南市却无。对此，议员嘛建议，希望经济困难的部分，市府嘛应该爱来补助。对此，市长回应会来评估。台南新闻林根张硕维采访报道。